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個女人上星期被移民及海關執法局人員開槍擊斃。最新報告顯示，呢一個女人身上可能有4處嘅槍傷。多家傳媒攞到美國明尼阿波利斯消防局嘅報告，顯示37歲女人古德喺車內中槍之後，救護員5分鐘之後抵達現場。當時古德已經冇反應，脈搏唔規則，經搶救送院之後證實不治。報告指出，救護員發現佢胸部有2處明顯槍傷，左前臂有1處槍傷，頭部左側亦都有疑似槍傷，有組織外露。槍擊事件發生超過1個星期，明尼阿波利斯嘅抗議活動仍然持續。總統特朗普日前警告將會援引叛亂法派軍隊鎮壓示威。被問到喺咩情況之下會動用嘅時候，佢冇正面回應。有國會議員到明尼蘇達州舉行聽證會，討論聯邦政府派駐執法人員到當地行動係唔係違憲。聯邦探員星期4喺當地拘捕一個男人，涉嫌盜取聯邦調查局車輛入邊嘅避彈衣同埋武器。聯邦調查局局長帕特爾話，正係追查其他喺示威期間破壞同埋盜竊政府車輛嘅人，相信有更多拘捕行動。